基本嘅吼，老大家来分享吼，其实吼，一啲客家啲头摆嘅传统嘅娱乐嘅法通，你啊当然也係係當然還要做啲做吼，當然還要做啲表演也好創新嘅安樣嘅文化也好，吼不過其實上一堂節目你講起來吼，其實有很多嘅青少年啊、後生人啊，就係講一啲三個班從三個嘅鄉親朋友都要參加從係啲布馬群嘅法通，其實先生嘅講實在話吼。雖然講按辛苦啊，唔過係講而看到，唔係講必須天天咯，係講而看到青島嘅現場嘅觀眾朋友本人嘅反應，其實也易達。對，其實所以人講吼，有幾種心情真激動哦，你按辛苦，唔過大家幫你樸素嘅時間。每個親就主要就講，也個布馬村一直有看到嘅，也最主要就係觀眾嘅反應啦，所以我哋希望講。而家傳統嘅東西哦，能夠繼續來傳承下去。你講越少嘅東西，就係越珍貴嘅東西。特別我有講過啊，那就有看到人娘了，真實有看到人布馬冇當少。所以我哋布馬村呢，除咗以前就講過年節有娘，而下呢也好多人客家會演飛，而家有一推動青島嘅法通，像係啲桐花節啦，桐花節我哋親戚表演布馬村，還有一個客家文化，文化節，也有其他節慶啦，比如講乜嘅移民節啦，一條，甚至我鄉鎮呢，好容易呢，佢沒有看到一條客家布馬村，你像我去年都有個新竹嘅電飛要去參加嘅布馬村以後，一千到台中、台南嘅人嚟邀請。我真嘅。如果你客家布馬村，老一般嘅村頭冇響樣，但是佢總係看到我哋表演，佢唔係乜嘅意思。所以我一般出去表演時間，我同你講，一布馬村嘅來源係樣辦，一表演嘅項目係乜嘅，到最尾係樣嘅參拜啊，各方面樣嘅結束離開。先生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嗬，其實我有看過嘅新竹嘅法鼓鎮，法鼓鎮有冇嘅法鼓鎮？唔過我看嘅法鼓鎮嘅時節嘅地度也有青島，像嘅先生講嘅蚌殼精也好啊，又係拱八婆啊、開花欄，唔過佢冇響樣嚇。佢冇響樣，佢然講嘅。嘅法鼓村而中央係講配合鼓嘅來跳嘛，你像而唔講嘅要嘅漢順啊，要拱八婆啦，有呢，係有媒婆係唔係？係媒婆嘛，媒婆，也人講嘅越鬧熱就越多人看嘅情形，但是真是屬於布馬村嘅話，就一唱嚟到，人講有真實嘅馬匹，有馬夫，在當然啦，其他就係人哋講假熱片鬧熱嘅東西，所以真係有人唱嚟出去，我一聽我講，也係客家嘅布馬村，都台灣清少嘅。對，真係清少。唔敢講唯一啊，我唔敢講，因為嚟講啦，應該喺台灣係青島人，因為都當努力，都係當用心去推動人家嘅傳統嘅文化。只是講喺美國，大家做嚟再嚟發掘出來，喺台灣係有多嘅一樣嘅布馬村嘅表演，大家嚟互相觀摩咩親和嘅方式啦。也係嗬，不過按樣嘅歌唱其實線上也易辛苦哦，遇到嘅困難哦。要咩有人講過啊？嘅做也做乜解咯？嗬，一無人做嘅，而咩做？哦，當然梗係有講過嗬，也係因為現在成分無中央嘅，唔好去做條路，交給布馬做嘛。係啊。當然，人做入布馬並唔係為正業，人喺呢度做嘛推廣，自家延續人自家傳承人自家客家文化，所以並唔係講人好教。有啲人講曬人都識，去做嘅人嘅錢聽到係冇嘅，時間聽到係冇。真是咯，也喺呢度傳承人自家客家文化，所以講特別喺度。公園嗰隻講會出現樣嘅演員係乜嘅？就呢度睇下，佢哋節慶一樣嘅氣氛嘅事嘅，並唔係人家講嘅揭示嚟樣嘅。冇話先生，你按樣講是這個太謙虛嘅哈。其實也係一種傳承嘅堅持啊。不過你看，其實先生也有在青島嘅相片有看到，其實你嘅傳承要發揚嘅時節，還係有青島嘅小朋友啊、青少年一起來參加。其實看到按樣嘅相片，看到按樣嘅歌唱，其實也吃到親有價值嘅。你唔知講以後嗬，30年過後、40年過後，係唔係按樣嘅文化做得留低？
唔過亞下吼，你做得做嘅就盡量做。對你講食材化啦，你亞下盡量去留佢保留下來。個唔過先生，你50年、60年，有冇70年、80年過後，佢會變動用嘅。對。最起碼亞下，所以可以盡一份心力，你就盡一份心力。對。所以其實像那時候看到老師在青島嘅相片，哇，還看到哇底度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邊玩哦，參加，安樣子親友家帶的。對。好，希望你想看亞下嘅小朋友，你個蘿蔔長在土裡，佢都唔地哦。唔地。好，希望。所以我同亞嘅家長講，嗬，研究嘅布馬村係傳承自己客家傳統嘅文化。唔係講去做壞事嘛，嗬，所以盡量，所以家長一定，我講過嘅，不過愛獻大鼓唱山歌，也教育嘅布馬村，就係自己客家傳統嘅東西，嗬，所以我一定細人來傳承，青島家長就接受，所以我帶細人來學嘅以前就係咁樣。係啊，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係有冇，又可以結合線上嘅音樂啊，有冇愛顯嘅啊，呢個大鑼鼓啊，嗬，啲小朋友容易看到，佢做啲嗬嘅開發嚟呀，嗬，一做嘅咩較簡單嘅，有冇較簡單嘅娘布馬嘅歌唱地步，係做啲接觸到較傳統嘅音樂嘛，佢哋唔係講哦，以後要變成乜嘅音樂家，唔過最起碼。這個是一個學習嘅過程。有一樣嘅東西嗬，有客家音樂也好，客家嘅傳統嘅也嘅而講嘅布馬村也好，本而繼續了解下去。其實也唔係講輕難哦，我學結構就做得。其實學嘢嗬，也完全看你本身學習嘅人，也嘅有熱心喎。你有熱心嘅人講真是，用專業做得，用專業是做得哈，輕旅行，輕大量練習。當然啦，一用專業咧，只能講初步啊，嗬，做得一般出去表演，做得神奇嘅做得，係真實唔講，我必須嚟講嗬，佢好似舞步嘅流來嗬，尤其我知道一布馬村鑼鼓一天當中嘅，鑼鼓一天一放一切。哦，跳嘅人來，彈到鑼鼓扯落去，而彈人鼓嘅夾，佢自然會跳夾，人鼓嘅慢就會跳慢咧，其實。你同個音圖有冇？跟音圖那個吹那個笛子一樣，那個笛子一吹，那個撒頭嘅就出來了。你估到你個鑼鼓哦，打落去哦，個身體哦，就不自主就開始要擺動嘅，拱把婆也係摸婆嘅形嘅就出來咧。對。唔講哦，跟時常講到呀，就笑得這個按反應吼，扣緊真係係清有興趣。對，唔過雖然講輕辛苦啦，雖然講吼我堅持冇按改吼，唔過也30年咧，你當然係希望講做得多行較多嘅地方，做得看到啲客家嘅娘布嘛。佢說現在在哪裡有演出呢？從也來講表演講，我自己苗栗來講嗬，明年就幫用。明年幫用一樣都菜嘅啦，所以我哋就也會去表演。當然除咗也應該也係啲嘅青年。嘅青年，比如來講，我見本嘢，剛才有講過啦，咪客家要噴客家法通啦，童話節啦，客家文化節啦，甚至講移民節啦，一條，甚至客家要噴法通嘅，大家就會講，客家布馬村一出得嚟水講，一出得嚟大家來看，所以就會搖槍嚟。做得嚟搖槍，啲搖槍來表演會請貴冇？當然啦，我都講過啊，一表演啲東西啊，人民人數按多嘛，尤其啊，東西會快，人來知，要乃唔好嘅人來知，一天成本來講，當然啦，相信要合大家依家可以表演。你個車先生是在黑青，就是說這個很有禮貌你說話也是講法也是很定一下。其實我係故意問老師的，其實公司採訪按樣嘅精神老，按樣嘅傳承，主要嘅目的只係幫行較多嘅人做啲看到啦。其實當然，你只要有搶嘅時間，也唔係為到愛存錢，你只要可以這個吻合這個成本成本，然後可以讓行較多嘅人看到按樣之前有交代。對，不說時常你看，呀，你還有乜嘅目標冇？當然啦，我最大目的就係將客家嘅傳統嘅一個布馬村行嘅。能夠繼續來傳承下去，至於客家當然來講啦，一布馬村本來就係當社會嘅村頭，希望啦，當然係希望啦，自家客家單位係有一樣嘅表演空間啦，也能夠幫佢哋來發揮啦。真嘅，盡量大家相互支持。對，尤其我講過咩，真實
從細就按教啊去真傳統嘅客家嘅布馬村哦，大家也要來從事佢，無去有一日無好看咧，佢只能到以前嘅相片啊，以前嘅錄影帶嚟看，就打上睇咧，也該人講嘅政府同人睇呢度推崇下去，本來就有咁樣表演嘅空間嚟。最尾問一下先生跟你七家，因為你哋下係教青島嘅人嘛，有青島嘅學生做嘛也係音樂也好啊，藝演也好，衝山歌也好，養布馬也好，跟養布馬嘅時間，你自己你七家表演嘅角色係乜嘢？你做你模同埋講你模要我上家下大家也有看到嘅家下嘅相片啦。我30年前樣嘅老都也下，就以我70年樣，69年樣都也下，都也下103年，就有30年。你做乜嘅角色係青好奇呀？我騎馬。你騎馬誒？騎馬。嗰種你就會個很費體力嘅衝年嘅角色嘛。哇！先生你自己呀，還有親身本身有下有，也還有去年也嘅12月，就102年12月16、17、18日全國議程，就我親自下去。親自領軍。親自下去，也做嚟講親自兩軍下去。因為一樣了，全國的比賽，我喺度一般來訓練咧，只能講高嘅地方。你好多比賽場合，你喺冇來講真用真傳統嘅來表演。人家講啊，叫做高神氣嘅啊，所以大家看到前身係依舊咧，線上就係依舊，就大家認真看到嘅。總唔係講笑嘅，線上都下依舊嘅，係專業嘅咁做得咯。故說線上這個目前來講，覺得最大嘅挑戰呢？最大嘅挑戰希望有人接觸到我呀嘅樣嘅。哎呀，線上而講到天難嘅地方啊，天難嘅地方哇！因為呢，做馬要有人做，一所有道具要有人曉做，有人來傳承誒。冇嗌演技，同樣一年多，還有辦法再調解到年，係行唔啲。哇！先生，你講到我吃到真鹹先呢。所以我希望講，大家係真講有什麼教育人家布馬村，唔怕，唔上一輪冇嗌講，入布馬村係一樣嚟做，一樣嚟表演，係能叫嘅情郎相助，全部搞俾你，絕對唔會留一手，係嘛？完全全部都交給大家，也真然係輕鬆嘅嗬。所以係講到呢客家文化嘅傳承嗬，其實冇人改嗬，要信。你就做得下去，係講遇到乜嘅困難沒有堅持就要發脫所以我基本嘅受嘅安度上係讓普馬們大家都認識真係非常羨慕感謝你嘅請先生，先生按自己有閒來直接來同大家來打嘴鼓。好，有閒喺啲來同大家來打嘴鼓。正經好，哇！基本嘅咧非常羨慕先生，請大家先聊下咧，等下就聽你咧做認同。